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两岁小男童恩恩的事件，还阁一直在炭烧。恩恩的爸爸约新北市政府要爱真相，但是也是无满意的回应。这个爸爸昨暝伫个面册来发文章，讲对新北市政府真失望，要来提出着1块的国家赔偿。有这个答案，一直都不愿意提供给我。我寻求正当的管道，其实已经被拒绝很多次了，采用法律的行动，就是国赔的方案来得到我要的资料，得到我要的真相。那为什么是议员？因为其实自始至终，我不是为了钱。我之前说过，钱或换不回恩恩的生命，我只想要知道真相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用象征性的议员来表达我的决心，就是我只想要知道真相。后来，这爸爸讲到后生也是忍不住熬甜。伊讲，因为5月就开始约真相，到今已经1个月，也是无法度摕到反向通联的记录，所以决定要向政府提出到1块的国家的赔偿。上主要是要透过司法的手段得到真相，因为搁较侪钱嘛无法度换回到后生的性命咯。伊所希望的是，新北市政府会当承认错误，负起到责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